今天您来做 X 光检查，这是一项利用 X 光来生成身体内部影响的检查。在后诊室等候几分钟后，医护人员会呼叫您，并陪同您前往更衣室。在那里，他们会向您提出一些基本问题，以确保您的安全。他们会询问您的全名和出生日期，以确认与医疗申请单上的资料是否一致。若您是育龄女性，医护人员会询问您是否有怀孕的可能性。接着，医护人员会请您去下带检查部位的所有金属物品，例如耳环、项链、纽扣或拉链。若异物可能干扰影响，您也许将其脱下。医护人员会提供检查袍，让您感到舒适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技术人员会再次呼叫您，并带您进入进行 X 光检查的检查室。技术人员会小心翼翼地协助您摆出正确姿势，以获得最佳影响。检查期间务必尽可能保持静止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根据检查部位的不同，有时可能会请您深吸一口气，并凭着呼吸数秒。此举有助于避免因呼吸动作导致影响模糊从而免去肿派的麻烦。检查结束后，技术人员会通知您可返回更衣室更衣。技术人员无法提供诊断结果，您的意识会深阅影响，并向您解释检查结果，这样就完成了返回更衣室更衣。技术人员无法提供诊断结果，您的意识会深阅影响，并向您解释检查结果，